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來聊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俗語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很多人都以為這句話是在形容一種無可奈何、命運難違的情況，甚至還帶點人生的無力感。但你知道嗎？這句話其實很可能是傳錯的。根據資料指出，這句我們熟悉的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原本並不是這個意思。它真正的原句其實是天要下雨，娘要解銀。這兩句話看起來只差幾個字，但意思卻完全不同。所謂娘要解銀，講的是古代農民的辛酸。當時農民收成後，不需把糧食曬乾，再在限定時間內交給官府。如果偏偏遇到連日下雨，糧食曬不乾，甚至還會發芽變質，農民就會陷入極大的壓力與困境。也就是說，這句話原本描述的是一種人力難以抗衡的自然困境與制度壓力，而不是什麼母親改嫁的故事。那問題來了，為什麼後來會變成娘要嫁人呢？答案很簡單，口來傳承的錯誤演變。語言在流傳的過程中，常常會因為發音相近、理解偏差而逐漸走樣。就像娘要解銀這種古語，對現代人來說比較陌生，而反而娘要嫁人聽起來更貼近日常生活，也更有畫面感，於是就慢慢被取代了。久而久之，錯的反而變成對的，甚至還被賦予新的故事與情感。例如民間還流傳一個故事，一位母親守寡多年，後來想再嫁，兒子無法接受，於是母親說，如果天要下雨，那我就嫁人。結果真的下雨了，象徵天意不可違。這類故事其實是後人附會出來的，用來解釋這句已經變形的俗語。所以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我們平常以為理所當然的文化常識，其實可能只是歷史的誤會。這也提醒我們3件事。第一，語言會變，但不一定變對。很多成語、俗語在長時間流傳後已經偏離原意。第二，人們更容易接受好懂的版本。畢竟艱深的古語“娘要嫁人”顯然更容易被記住。第三，文化不只是傳承，也是在創造。錯誤的傳播有時反而會誕生新的意義與故事。所以下次當你再聽到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不妨想一想，這句話或許不只是無奈，它其實還藏着一段被遺忘的農民歷史，以及人類在語言傳承中的一次美麗錯誤。